个是叫做石石母祠，原先大概也只是一个啦，因为怕他寂寞，就给他配对。那只古水。老师，那这倒一个是石母，倒一个是石公，你分得刚分得出来？这个原来可能啊，很多地方有石母祠哈，就祭拜一个石头，大概是取它要坚如金石啊。因为小孩子为了能够治煞、防病、防侵害，所以就出生的时候去给他认石母为母啊。那个拜久了以后，觉得太孤单，没有爸爸怎么办？就嫁来一个，另外一颗就师爷。是不是这石母祠通常就是伫咧洗衫的所在边啊？对，客家庄很多这种师母，它都会跟女性洗衣服的空间连在一起。等于就是说，来洗衣服，顺便就来拜拜师母，保佑我家的小孩。哦，所以这个师母信仰其实跟性别的那个连接还蛮深的。对。